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和大家一生人就啲嘅上讲，我想爱做乜嘅事情，我嘅目标啲那片，我想爱用嘅来完成。不过假使讲一件事情係變做講對於希望一件事情，大家會知道用辦咯。大家要做得來先，才講我愛用哪種方式來行我人生前面一條路啊？因為也就係我人生天初愛讀到嘅事情，就算唔去談、唔去看、唔去想，唔講還係愛讀到。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到，生來馬家按到預立安寧緩和醫療及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書，生來呀一長串嘅名嘅地度嘅內容係乜嘅？細細嘅嘅先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樂成醫院家醫科嘅醫師吳少玲醫師分享。大家好，我是樂成醫院家醫科吳少玲先生。分享吳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吼，其實節目一開始吼，我就要來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朋友就是周大官，佢第10歲時節、11歲時節，佢就過身體咧。不過佢啲過身前接受了非常多嘅治療，非常嘅辛苦。故所佢嗰陣時就寫一首詩，一開始這個詩名就很多痛苦，就是痛苦了。他說：這個癌症海洋的逆流。從血液流過我的心中，我知道，我感覺到，真的不想吃藥打針，真不想化療電療，真不想檢查開刀，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開不了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開不了口。其實我想愛做這麼多的動作來侵入他自己的身體，因為佢嘅人生已經咁痛苦了。所以，如果假使講，人做得先來接聽，佢自家愛用辦來行前面一條路，就愛來簽這個預立安寧緩和醫療及維生醫療的抉擇意願書。不過大家其實去到醫院看到呀，能動到詩嘅這個同意書後，就會想到講，先來去當個到啲嘅下物嘅。也當好吼，一開始就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先來愛接書呀，這個預立安寧的這個意願書吼，有講到內容。一開始先同大家來講，有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以及接受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以及不施行維生醫療。先來去當個按到東西，根本就搶到吳醫師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先來啲幾多嘅講物嘅。其實吼，按那個。醫院所謂簽署以前，而先提講，用辦嘅病人做得來簽署按那個意願書，因為唔係講根本你嗌係隨便路人嗌就做得來簽署，因為它有一個前提係講本人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某攀法以後沒有辦法治癒，而且醫學上面證明證據說近期內病程進展到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所以講我以下係乜嘢咧？我要動到嘅方法咪我咪嘗試過咧，哈，線上面講要稱是某攀法咧，近期內可能近半年到1年內死亡，通常我們會給醫師一個預測問題，所以講。像如果今天這個病人他在近期內要死亡，你會不會覺得很意外？假使講要先生講唔會，我不會覺得意外，就會講食材呀，像你我們要考慮是末期病，而且要開始考慮他後面這段時間的品質。按哪個病你才會講哦，我以下想要來表達我的意願，才會透過按哪個醫院書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因為有可能今後一段時間佢冇辦法清楚
表示爱上爱嘛该爱莫上爱嘛该。古手其实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有讲，它是预立。古手爱啲爱很清楚的是，就像阿公们爱也还27岁，其实爱签压着这个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维生医疗抉择的意愿书，爱做得来签的。因为我是清楚的，我知道爱上爱来为爱给未来做打算。就会有一天你真的也进入末期到这个状况，意愿书，我们就可以，譬如第一个我们要选择安宁缓和的医疗。没错，一开始有写到讲吼，减轻或免除末期病人之身心灵痛苦，接受缓解性、支持性之医疗照护，以增进生活品质。也是算文思迄个。白话一点来说，就会讲。我希望我的身心灵，因为我们安宁疗护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一个人不是只有身体，他还包括他有情绪，他有他的灵性的需要，他会问，给我身后我要去哪一片，我身后我要平安嘛，这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透过开始帮助他去面对。生命要开始倒数计时，对，他要如何身心灵的平安，还有嘅好奇嘅世界，有可能會痛哈，會無力，會生唔落，肚子會腫哈，或者是一些睡眠啊，很多情绪问题，就會積極去緩解它。以增進生活品質為目的，選擇安寧緩和這樣子的醫療方式。韓國聽醫後於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不接受心肺復甦術。因為心肺復甦術就看到鴉片有從不只是心肺復甦術，對，不只是我們通常說 CPR 就是壓，然後2口氣，不只是這樣，因為其實在醫院裡面哈，或是在我們真的外面的急救的現場，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在做完心肺復甦術這個 CPR 之後，其實還是要像插管有個時間還會注射嘅急救嘅藥誒，還有老心臟有關係嘅，像心臟按壓電擊，因為有個時間心臟就會亂跳。心室的顫動，這個時候用電擊的方式讓它重新整流心臟，再重新跳動。可是這一些的動作，在我們剛說末期的病人、瀕死無生命徵象的病人裡面，我們知道，假使講救回來了，可是他後面他有可能他的身體的狀況還是很差的。因為就像我理解我談過嘅，就是 CPR 是有可能壓斷肋骨的，因為有非常大的力道，所以其實對動脈期嘅病人來講，也對佢嘅身體來講負擔係動態嘅。鼓手這裡有一個就是選擇，就是不接受心肺復甦術以及相關的這些動作醫療的措施。韓國3號的第3項是選擇不接受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及延長其瀕死過程但無治癒效果的維生醫療措施。他有特別強調是無治癒效果。就係講，按維生醫療啊，在譬如說有個人佢係像洗腎的病人，有可能佢本身還有癌症末期嘅情形。那個洗腎有可能在末期的時候，他只是在繼續延長他後面一個更長的瀕死的時間。那個生活的品質係冇幫助嘅。故所裡面做的，佢聽講係冇實行那個維生的醫療的延長後面也團嘅時間。唔過我有一道問題哦，因為一般來講，像假使講好嘅人，啲路空讀到查科，救護車來到現場，第一招就是一定是幫你做急救。假使講亞賞人他已經簽了這個預立安寧緩和及維生醫療抉擇的這個意願書，已經簽沒，但是佢假使講讀到急性的出血或者是意外，按用嘅衝孔用用版型來做這個醫療的措施。就係剛才有講呀。一聽我看講呀，像你有符合末期的這個情形沒有？末期他就講這個疾病是嚴重傷病，已經無法治癒。跟以下嘅醫學懂清不？懂你就會查科
医院出来又真爽又好嘞，安呢，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符合我们末期的病人，还是需要有2名的医师来认定这样的一个末期。冇错，古时候生了呀，这个意愿书跟同意书生了有嘛嘅冇共用嘅，你请医生来同大家再个了解一下。好，其實意願書就係切下來表示，也係愛嘅意願，愛想嘅安尼，佢同意係講，根本你愛係幫我爸爸、幫我媽媽同意這件事情，佢同意書就係騙你幫你簽的，騙你讓你簽嘅，係3年讓你簽嘅，就係根本你係講騙你本身嘅醫師係清楚嘅時間就做得。强述了按那个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嘅意願書，就會跟他講有這樣子的項目吼，做得來強第個，那以後嘅安寧嘅療夫吼，我冇愛實行心肺復甦術，我冇愛衛生醫療安寧，迄個根本你有可能沒有預期到。有的時候突發生呢，或者是說，眼珠唔對用嘅，沒有抉擇好，阿爸沒講，跟以後眼珠冇辦法了，眼珠來不及，沒有辦法了。可是眼行係一希望今後一段時間做得有品質，要按那個時間就做得有，不卡你了，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還有不施行衛生醫療同意書。哇，古時候其實吼也懂到這個，不管是意願書啊，還是同意書，都有懂到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乜嘅按到預立安寧緩和醫療，韓國暨衛生醫療抉擇的這個意願書吼。上一趟其實講到懂到內容哦，唔過阿群妹愛提醒大家，假使講你係很清楚的意思還是清楚的，就做得自家來先測講，我愛用嘅來講，我完成親密一段路，就做得來下這個預立的意願書。唔過生來愛下這個預立的意願書啊，剛剛有講到阿群妹硬做得自家來下，唔過呀年齡生來有真正的限定冇，有這個限制嗎？其實就係唔係成年人，還係有完全成年人是可以自己決定。民法20歲，20歲過後就做得自家來決定，自己來選擇。跟假使講滿20歲嘅小朋友呢？小朋友的話，就會做得由父母來代理來簽署意願書。古時候還是可以簽的，係做得。古時候假使講係來不及簽到這個意願書的話，就要由家屬親人來天數來簽同意書的部分。古時候其實還有懂到東西，愛同大家來小結唔單槍案呢。生來啊，做呀簽這個同意書、預立的意願書，佢下尾其實有一項內容，它是寫說見證人。見證人聽起來負擔有點重，因為我會見證他今天假使假使講佢愛簽這個意願書，就表示講佢現在講嘅漢百嘅路佢愛選擇安寧醫療、安寧的療護。那我當見證人，等於說我見證了他簽下這個預立安寧醫療的意願書，這是談起來負擔動態呢。跟我愛假使講有人愛搶我來做見證人，我到底是要去當見證人，還是不要去當見證人呢？其實唔係，迄個見證人就係講，我以下做一件事情嚟簽意願書，按那個事情有人哋，冇人哋，按嚟之後咧，唔係講我自家簽同意書冇人哋，冇人做得來，天數講，他之前有簽這個意願書哦，按嚟其實講見證人啊，冇按嚟法律上講後面有嘛該個編發這個對見證人是。不會連帶要負一個法律的責任，但是就會講簽一件事情，我好好去想一下。個見證人看到沒有講安尼個定有簽，安尼個意願書。我有看到你真係想清楚，你簽落去嘅。韓國聽說愛2-3年，係愛2-3年，愛2-3見證，愛2-3年，愛20歲以上，還有條件，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就係佢個意識情緒嘅有判斷力嘅。還有
按那个见证人总唔得讲，迄骗人去按那个语言度方嘅语言，像欣赏护理师还有看护，样啊有问题，做嘛干嘅总唔得选医生，因为医生迄动专业呀，护理师、看护家的全部都动专业吧，嘅做嘛干总唔得抢家的来做那个见证人呢？哦，其实也系立法嘅时节啦，希望讲按那个意愿书啊，大部分不卡你们做得来参与。我说有按那个嘅听主会讲，唔系讲根本你欣赏还有骗人自家地就好，没有有骗人而地，吼像以下吼见证人大部分就会不卡你的强，大部分系不卡，大部分系不卡你，吼就会讲根本你可能爸爸生病了，哈，就会来的啊、摸的啊来签按那个见证人，要提讲哦，根本你爸爸有按那个给听。按那没好，因为大家都底生来不看你去选择哪一种给丰盛。对，鼓手也是做见证人的条件，韩国是没有法律责任的哦。他刚不是想讲我要当见证人，应该压力动态，不是按那想。对，给刚是讲见证人，先离开，他先过世，他先过身体嘞。那它的效力还是存在的吗？嘿啊，按你效力还是存在。见证人就会讲签署的当下，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了。会讲哪有确定了哈？确定这个意愿人他本身的意愿是如此。肯定佢签体以后就冇那个事情呢。好，简单讲会按呢。任务达成。对，任务达成。韩国我们单枪按呢哦，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医疗委任代理人的委任书。对，生了做嘛干韩国我自己去给他写好诶，这个玉立的意愿书，玉立安宁医疗缓和的意愿书，我做嘛干韩国啷个够倡议嘞代理人呢？那医疗委任代理人，唔係講達3年就一定要有，係講有可能，我想講意願書安尼簽下去，有可能還會有一些問題，會討論，會有變化，哦，大家會想講應用嘅。又會行較好安尼，就醫療委任代理人就會講，根本你騙人佢冇辦法去甲表示吼，像昏迷或意識唔清楚嘅時節，佢行係有委任按那個醫療委任代理人就做得出來。更愛啲嘅，我再舉一個例子，假使講我根本你不騙嘅，我都買起嘅，我已經沒有意識了，唔過我叫5個來嘅，我做得我相信我嘅太來，我要同我嘅太來溝通好，我跟我老大講好了，我漢白想愛做這個緩和醫療，想要做安寧緩和醫療，跟我就做得請我的委任代理人，就是我嘅太來嘅，對不對？按你講做得冇？做得，就會按你我既然決定好誒，唔過我希望講我嘅太來嘅做得幫我堅持我的決定，或者是假使講我想要有變化嘅方案，相信我太來嘅他的抉擇。你相信佢啲傾向愛用嘅走，用嘅行一條路。哦，所以这个委任代理人其实有没做的，没做的，对不对？有也可以，没也可以。哇，鼓手其实呀，这个玉立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吼，真嘅係非常嘅複雜，內容未懂到。鼓手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不過前一部嘅新聞沒有講到哪個一類按到病人自主權利法，韓國談講係啲明年就要來開始正式的上路了。生了呀，同剛才講嘅這個安寧緩和醫療的條例有乜嘅冇共用？其實有一胎嘅冇共用啦。病人自主權利法是一部法，係法律。以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一個條例。對，故說這樣，病人自主權利法它是更大的去幫助病人的自主權，都得捍衛，讓他可以保障他。好，還有他的針對的對象。又再更廣泛到一般的病人，不只是末期的病人。在病人早期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要讓病人有知情、選擇和決定的權利。那他對於一些他末期可以拒絕，像我們剛說拒絕心肺復甦術、拒絕維生醫療、選擇安寧緩和療護的這個族群，他有在做一些的擴充。
所以其实像一般像平常看到按到家庭按到病人啊，其实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习惯？对于不卡人，对于病患本人来讲，大家就不会上工要这么坦诚的告诉他病情。对。尤其係講吼，台灣一多年來看先生吼，像婦家人阿公阿婆，大部分都係由成年嘅吼帶定來，係講根本你先生講按那個病情的狀況，和婦家人就講，唔可以講，唔可以攞佢講，驚佢會煩惱吼，會艱苦，會想太多，會冇想愛。努力吼，会放弃，对，求神嘅意志会冇退。其实台湾它比较偏向，好像是妇卡尼卡迪实际的状况，反而是病人自己不太了解。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也是希望让这个知情的权利，而转到呀偏你去感，好，让他可以自己决定我后面我要。接受什么样的，然后接受嘛该资料啊，用的资料啊，我嘛该冇，我嘛该。对，古时候其实像我假使讲吼，我已经签了这个预立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了，我上讲我汉拜跟你嘞，我就上个按呢，轻轻松松嘅做题目，太多嘅负担。假使讲我让这个我的意愿书生效，我用诶确保它的生效程度，我做得证明在我的什么资料上面吗？意愿书都得注记在健保卡上面，因为它健保卡都那在医院都得读取，对，都得看到讲，然后看要查票你有按那个意愿，迄个根本你冇注记，其实没迄生效，你签都做有生效，各种就会。待在门，随身会带到身旁，因为给就一种纸，证明讲我有签意愿书，对不对？或者注记在 IC 卡上也是有效的，大家就做得查得到，做得看得到。不过，我签后都申请加注在我的 IC 卡上面，基本上时间不会生效。其实签后佢就生效了，佢唔係講一天會注記章有生效，簽後就注記就大家就做得看到啊。而家大部分有簽後。大部分有签都会注记，唔係講一天會注記章有效。对，韓國吼，其實就算我注記在我的健保 IC 卡裡面，不過我愛用嘅確聽，大家就做得啲我上來有簽這個意願書冇吼，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同大家講哦。好，歡迎大家又做到復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書。簽了以後，還做得注記在我們的健保 IC 卡上。注記在健保 IC 卡上，也係表示說它已經生效了嘛，對不對？應該說簽了當下就已經生效，但是你注記在 IC 卡上面，就做得去醫院就那也就做得查到你是有注記的，你是有簽這個意願書的。不過假使講，基本你係買去嘅病人，佢遇到緊急的狀況，查甫啊，也很用版型。那一般我們上救護車之後，也是開始就急救啊，也是因為你救護車後冇可能有做得插 IC 卡的這個器材，對不對？沒錯。嗰時候在這樣子緊急的狀況下，有個時間你唔係講買去嘅病人一聽係最後時間瀕臨死亡了，有可能像我剛前面講的這樣子是一個緊急的車禍外傷的狀況。嗰時候在救護車上，只要我們還沒有辦法確認第一個病人病人嘅意念，還有第二個病人目前是不是真的已經是屬於沒有辦法再可逆回來了，當下還是以救為先，因為生命的保護權絕對是優先在這個病人他自己的自我的這個決定上面，因為我們先救啊，如果說真的救了到後面確認是一個末期已經不可逆的狀況，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撤除維生醫療的方式去做。
故说做得救援行是尽量采取这个积极的方式、积极的态度来治疗。不过假使讲是另外一种状况吼，妇科人已经病人本身已经签了意愿书，他已经决定他的之后要走的方式。不过妇科人假使讲这个时候我不同意，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爸爸可能就会离开耶，可能他要拔掉他的卫生医疗的器材，没有办法再让他继续维持那一口气。所以呢，假使梦想的接受也是亲人不能接受，有按用嘅理解吗？其实没法有安尼个，有个时节就会讲安尼个病情转变特急咧，加上冇办法接受安尼，就会讲做得再长一点时间嘛，这样子。第一场要去沟通，就会讲安宁疗护嘅团队，系要去沟通讲，根本你爸爸有表示讲，佢希望喺后段嘅时节要安尼平安。迄讲，真的希望再多一点的时间，让爸爸多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来沟通。那我们都马该时间，我们要回到尊重病人的意愿。还有一扎就会讲，安尼爸爸其实在生前，在还意识清楚的时候，就要多跟儿子女儿去说，哎呀，是在后面要拖时间来一起梦，可以是这样子的去平安走这一段路。有个时间，我们疗护的团队去沟通过后，家属也会比较可以接受，可以回到准冲偏你去改个意念安尼。我们有谈过一个故事吼，係啲偏动店，偏动店有一个病人，他真的是已经到末期了，佢选择佢愛做呀安寧療護，故所佢就轉到婦科，家己婦科嘅人係強樣做生意，人哋強樣賣偏動，人哋強樣有人客來到店門後賣偏動，其實佢就就像冇事情強樣，就像大家都唔知，其實後邊有一個病人可能佢。天天的啲嘅過件人生前面一件路，唔過大家就知道也係平常嘅事情，也就係一件人生中聽錯會讀到嘅事情。故所其實預立這個安寧醫療的意願書啊，係咪希望大家有按用嘅想法，然後希望一件事情看太多較平常的位。就是一天會讀到嘅有出安那個末期嘅病人。就會很短時間內會面對嘅問題，大家就先來討論，先提供樣板係較好嘅，安尼就唔會講前後前面嘅時間會想講，以下愛樣板咯，安尼就是會措手不及。知道大家咪愛學會表述一件事情。要學會尊重病人自家嘅意念、自家嘅意見。對，故所其實假使講前面人啊，他很清楚他之後想要怎麼做了。佢假使講有一人，佢想愛改變家嘅決定，是可以改變的嗎？可以啊，因為按那個意念本來就係病人自家嘅意念。佢可能以前佢想講，哎。做得咧，我嘅人生都鴉片，我很滿足了，安尼。因有可能後面嘅時間，有會想講啊，我還有來，還望轉來，還望看到，我希望個安尼嘅時間，做得看到佢。咁有個人會講，我來愛托星球咧，我希望做得看到安尼，安尼咩做得嘅就係尊重家嘅。意願安尼，所以佢本人做得來改變。那如果說他有委託他的委任代理人的話，代理人做得推佢改變嗎？做得。代理人也是可以推佢來改變。對，所以其實這個代理人雖然講愛咩做得，冇咩做得，不過假使有意啥代理人，如果假使講你可以真的已經有一點不清楚的狀態，代理人是可以來做這個所有的決定，代理做所有的決定。故所假使講想愛拿到呀這個意願書，想愛來為自家後輩簽名一節路來做打算嘅話，做得起那片來拿到這個意願書。像意願書嘅話，像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安那個協會做得寄信，郵件，係打電話去問佢，有辦法冇寄來本來看安尼，還有其實一下醫院
那一片就有语言度方嘅服務台，還有社工師咪會有，還有安寧療護嘅相關單位，像安寧嘅門診咪會有提供安尼嘅醫院書做得本看，像平常時間喺平日來看，捱嘅時間冇簽署安尼嘅醫院書，喺有需要嘅方案就直接拿出來，然後佢解釋，其實佢。底部就像大家看安尼寫得一清楚，嘿，伊假使愛簽，咪愛先老佢講，吼，伊下係符合嘛個默契，做得佢聽啊，愛嘛個愛冇愛嘛個安尼，還有像安寧反而一條咩一道宣導活動，像係做第一道年輕人呐，還蠻去又冇不偏，我咪有簽安尼個一年書，嘿，還有。自衛生福利部還係照顧協會推廣那個網站，沒做得下載。對，故說其實有當到方式就做得來拿到，韓國提醒大家，提出愛簽的時間，愛兩位見證人，愛啲現場這樣做的見證說，你係本人決定愛簽這個意願書。對，假使講愛簽的以前，其實有當到建議吼，有當到想法做得本，唔管係騙人本身，也係講騙人嘅親人，本大家做得來參考一下，先來簽以前，我想到嘛該事情。對，第一早就會講我去思考，我去想唔去甲乜期嘅時間，還有根本你嘛個臨床狀況有可能昏迷，有可能植物人，有可能安尼一通一艱苦嘅時間，唔希望接受，還係唔希望冇愛接受嘅醫療嘅方式，還有唔做得檢測安尼個時間，愛嘛個冇愛嘛個，唔要做得檢測，唔去甲個醫療委任代理人，呀，醫療委任代理人有可能就先愛留佢溝通講，也係愛安尼個思考，愛安尼個檢測，愛希望做得本愛安尼個準確愛親後面個時間啊，愛用誒來安排，還有一道像愛後面啊，希望看到嘛人啊，希望嘛個人做得批定啊，希望很愛做嘛個事情，還有溝通就係講，我哋有可能大家會冇辦法放手，對，係，我希望大家做得本來安尼後面時間，準確我嘅決定安尼。對，其實我知道，有件事情係放手這件事情係大家都會學習嘅事情，比如講像我，大家都有不可能，大家都有親人，甚至親朋好友，不過就係會讀到上老師啊件事情，故說自己心理的這個建設有冇？我聽說我做好，韓國面對人生親密，一段路上來用嘅來講，咩我自家來好好打算。今日什麼吳醫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謝謝。客氣。沒什麼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下來做運動哦。